讲到落水溪是咱台湾真重要灌溉水源，中华溪州伫咧落水溪的水尾，伫遮会饮水来饮餐，养饲真侪人。作家吴成伫咧溪州遮大汉的，伊会写诗来呈现田庄朴实的生活。即卖有剧团改编伊的作品《落水溪的囡仔》，用台语的诗歌、音乐，还有舞蹈的演出，要来讲出咱台湾农村的故事。热天啊，挂伫我旗，稳重的下切啊定，是一个鼎兄人的运动定。改编作家吴成的诗作《拍七甲定》，讲的是做事人拍七甲的时上惊落西北雨。剧团用趣味佮生动的表演，互看戏的人感受田庄的生活。家己的梦想，其实我嘛是想要买一个地，阮有一个地，我会当来种，其实就是种树啊，就是呼应吴声老师伊即个想法。真感动，伊用文学的方式，佮加上舞蹈的方式，带咱足容易、足简单就会当入来一个环境内面。落水溪是台湾重要的灌溉水源，伫水尾的中华县溪州乡引水灌溉，出产济丰富的物产。本身就是溪州人的作家吴成，用诗作描写出台湾的农村生活、社会变迁甲对环境的关怀。到剧团改编吴成的作品，推出台语诗歌、舞蹈表演《落水溪囡仔》。因为我们就是热爱自然，所以我们很希望说观众跟我们一起感受这个自然。所以的确，他在设计脚本的时候，空间也是一个表演者。这个上特别就是我甲自然舞蹈团体因做伙伫遮演出，甲诗、甲歌，佮有戏剧，拢搬来这个田园。因为我自细汉就缀阮是大人，伫这片田园咧种作，所以这片田园、这片土地，我的感情非常的深。2001年，吴成伫家己家的田园种大约3000丛的台湾原生种树仔，这边的台语诗歌表演就选伫遮演出，观众轻松坐点涂骹看戏，嘛会当对着舞者的脚步行伫树林，感受台语诗歌甲田庄土地故事。记者杨淑成，中华报道。